愛的藝術，心理學大師弗洛姆跨時代不朽經典，一本學習如何去愛的聖經。作者埃里希·弗洛姆，翻譯梁永安。第二章愛的理論，第二節親子之間嘅愛。喺嬰兒誕生之際，如果唔係慈悲嘅命運保護佢，令佢察覺唔到脫離母體嘅焦慮，佢必然會極為恐懼，就好似係死亡嘅來臨。即使出世之後，嬰兒同佢出世之前亦幾乎冇乜嘢唔同。唔能夠辨認物體，唔能夠察覺到自己，亦唔能夠察覺到外在世界。佢只能夠感受到溫暖同食物嘅正面刺激，仲未能夠將溫暖同食物嘅來源，即係母親區分開嚟。呢個時候，母親就係溫暖，母親就係食物。母親就係滿足同安全嘅安樂狀態。用弗洛伊德嘅術語嚟講，呢種狀態係一種自戀，外在現實嘅唯一意義聯繫於佢會唔會滿足或者挫折身體嘅內在狀態。只有內在嘅嘢係真實嘅。外在事物只會喺同我嘅需要有關時先至算係真實，佢哋嘅真實性從來唔係基於佢哋自身嘅性質或者需要。兒童長大一啲後，開始能夠依據外物本身嘅樣嚟認識外物，識得將食飽奶嘅滿足感同乳頭區分開嚟，識得將乳房同母親區分開嚟，最終小孩會將佢哋嘅飢渴、解飢渴嘅乳汁、乳房同母親理解為唔同嘅事物。佢明白咗好多其他事物亦係各自唔同，各有自己嘅存在。佢學會為佢哋改名。與此同時，佢學會點樣對待事物，學到火係灼熱同令人痛楚嘅，母親嘅身體係溫暖同令人舒服嘅，木頭係硬而重，紙張係輕同埋可以撕開嘅。佢學會同人互動，知道咗我食嘢嘅時候，媽媽會微笑。我喊嘅時候，媽媽會將我抱入懷裏；我大便嘅時候，媽媽會誇獎我。所有呢啲經驗會結晶同整合為一種經驗，就係我係被愛嘅。我會被愛，因為我係媽媽嘅仔女。我會被愛，因為我無助。我會被愛，因為我好睇，令人鍾意。我會被愛，因為媽媽需要我。用更概括嘅方式嚟講，我會被愛係因為我就係我。呢種被媽媽所愛嘅體驗係一種被動嘅體驗。我無需要做任何事就能夠被愛。媽媽嘅愛係無條件嘅，我唯一需要嘅係存在，作為佢嘅仔女而存在。母愛係最幸福最安詳，無需去獲取，無需去贏得，但係母愛嘅無條件性亦有住一個否定面。母愛唔單止唔需要贏得，而且亦唔能夠被獲得、被創造、被控制。如果母愛存在，我就係處於最幸福中；如果母愛唔存在，生活就會失去一切美好。冇乜嘢係我可以去努力嘅，好令母愛由唔存在變為存在。對大部分8歲半到10歲之前嘅小朋友嚟講，
佢哋嘅問題一律係被愛嘅問題，被無條件嘅愛所愛嘅問題。佢哋仲唔識得去愛，唔識得用感謝歡欣嘅態度回應其他人對佢嘅愛。但係到咗呢個年齡之後，一個新嘅因素會進入畫面，一種想讓自己嘅活動去創造愛嘅新渴望。有史以嚟第一次，小朋友想要透過創造一啲嘢，例如寫一首詩或者畫一幅畫，送俾媽媽或者爸爸。喺小朋友嘅生命中，有史以嚟第一次，愛嘅觀念由被愛轉變為去愛，轉變為創造愛。由呢個最初嘅開始，小朋友要經歷好多年先至能夠達到愛嘅成熟。最終呢個小朋友克服咗佢嘅自我中心狀態，而家或者已經係少年啦。對佢嚟講，其他人嘅主要意義唔再係滿足佢自己嘅需要嘅一種手段。其他人嘅需要就好似佢自己嘅需要一樣重要，甚至更重要。是變得比受更加令人有滿足感，更加令人喜樂。去愛變得甚至比被愛更重要。透過愛人，佢擺脫咗嗰個由佢嘅自戀同自我中心狀態構成嘅孤單同孤立嘅監獄，佢感受到一種新嘅合一感、分享感同一體感。除此之外，佢仲感受到咗用去愛去創造愛嘅力量，唔再好似被動咁接受愛嘅時候嗰種充滿依賴感。嗰個時候佢必須係個弱勢嘅乖嘅小朋友。嬰兒時期所遵循嘅原則係，因為我被愛，所以我去愛。成熟嘅愛所遵循嘅原則係，因為我去愛，所以我被愛。唔成熟嘅愛話，因為我需要你，所以我愛你。成熟嘅愛話，因為我愛你，所以我需要你。同愛嘅能力嘅發展密切相關嘅係愛嘅對象嘅發展。兒童喺生命最初幾個月同幾年期間，最深切依戀嘅對象係母親。呢種依戀由誕生之前就開始。嗰個時候，母嬰雖然係兩個人，卻仍然係一體。嬰兒嘅誕生稍微改變咗呢種情況，但係冇改變得好似睇起嚟咁多。呢個時候，嬰兒雖然生活喺子宮外，仍然完全依賴母親，但係佢每過一日就多獨立一啲，學會咗行路講嘢，靠自己探索世界。呢個時候，佢同母親嘅關係失去咗一啲生命有關嘅重要性，而佢同父親嘅關係反而越嚟越重要。要了解呢種由母親轉向父親嘅現象，我哋必須考慮母愛同父愛喺本質上嘅差異。先前已經講過母愛。母愛本質上具有無條件性，母親會愛新生嬰兒係因為佢係佢嘅仔女，唔係因為小朋友符合任何特定嘅條件或者期望。當然喺呢度所講嘅父愛同母愛嘅時候，我所講嘅係韋伯所謂嘅理想類型，或者榮格所謂嘅原型。所以並唔意味每個母親或者父親嘅愛都係咁樣。我所講嘅係父性原則同母性原則。
而呢種原則體現喺有父性同有母性嘅人身上。無條件嘅愛係人類最深切嘅向往之一，唔單止對小朋友係咁樣，對每個人都係咁樣。另一方面，如果我係因為具有一啲優點而被愛，係因為值得愛而被愛，咁總會令我擔心，我會唔會有一日因為唔能夠符合愛我嘅人嘅期望而失去佢嘅愛？何況值得嘅愛好容易俾人一種心酸嘅感覺，就好似佢唔係因為自己而被愛，就好似佢只係因為討得人歡喜而被愛。所以講到底唔係被愛，而係被利用。咁就唔怪得我哋無論作為小朋友或者大人，全部都實一實咁渴求母愛。大部分兒童都好幸運咁能夠得到母愛，至於喺乜嘢程度上得到，就之後再討論。但係成人要達到呢種願望就困難好多。喺最令人滿意嘅發展中，母愛會成為組成正常嘅男女愛嘅一部分，但係佢經常係以宗教嘅形式呈現，更多係以神經質嘅形式呈現。人同父親嘅關係就好唔同，母親係我哋所立志嘅家，佢係自然，係土壤，係海洋。父親就唔代表呢啲自然家園嘅任何一部分。喺小朋友生命中嘅最初年月，佢同小朋友冇幾多聯繫，而佢喺小朋友早期階段嘅重要性，亦唔能夠同母親相比。但係雖然父親唔代表自然世界，卻代表住人類生存嘅兩極中嘅另一極。佢代表住思想嘅世界、人造事物嘅世界、法律同秩序嘅世界、紀律嘅世界，同埋旅遊同冒險嘅世界。父親係負責教導小朋友嘅人，佢向小朋友指出通往世界嘅道路。同呢種功能密切相關嘅係另一種同社會經濟發展有關嘅功能。當私有財產開始存在，當仔女中有一人可以繼承呢啲私有財產嘅時候，父親就開始挑選可以繼承佢嘅財產嘅仔女。當然，會被揀中嘅係父親認為最適合做繼承人嘅人，係最似佢自己嘅仔女，亦因此係佢最鍾意嘅仔女。父愛係有條件嘅愛，佢嘅原則係我愛你係因為你實現咗我嘅期望，係因為你盡咗你嘅義務，係因為你賜我。就好似無條件嘅母愛咁樣，我哋喺有條件嘅父愛中發現咗一個消極面同一個積極面。消極面係父愛係配俾有能力嘅人先至會得到。當一個人令父親失望，就有可能失去父愛。基於父愛嘅性質，信服變成咗最大嘅美德。唔信服變成咗最大嘅失德，對呢種失德嘅懲罰係父愛嘅收回。父愛嘅積極面同樣重要。由於佢嘅愛係有條件嘅，所以我可以做一啲事嚟贏取佢，咁係我可以落功夫嘅。父愛唔似母愛嗰種係超出我嘅控制之外。母愛同父親對於小朋友嘅態度符合小朋友本身嘅需要。嬰兒需要母親無條件嘅愛，
需要同時得到佢喺心理同生理上嘅照顧。小朋友喺6歲之後開始需要父愛，需要父親嘅權威同指引。母親嘅作用係令小朋友嘅生命獲得安全保障，父親嘅作用係教導小朋友應付佢誕生嘅嗰個社會嘅種種要求。喺理想嘅情況下，母親嘅愛唔會設法阻止小朋友長大，唔會設法助長小朋友嘅無助狀態。母親應該對生命有信心，因此唔會過分焦慮，亦因此唔會用自己嘅焦慮感染小朋友。佢應該希望小朋友變得獨立，最後同佢分離。父親嘅愛應該以原則同期望為引導，應該耐性同寬容，唔係充滿威脅同專制獨裁。佢應該令小朋友喺成長過程中對自己嘅能力越嚟越有信心，最終容許佢成為自己嘅權威，唔再需要聽從父親嘅吩咐。最終，一個成熟嘅人會達到咁樣嘅狀態，就係佢同時係自己嘅母親同父親。可以咁樣講，佢會同時具有母性良知同父性良知。母性良知話，任何行差踏錯，任何罪行都唔能夠將我對你嘅愛由你身上奪走，唔能夠將我對你嘅生命同幸福嘅祝願奪走。父性良知話，你做錯咗，你唔能夠逃避你犯錯嘅某啲後果。最重要嘅係，如果你想要我中意你，就必須痛改前非。成熟嘅人會擺脫外在嘅母親同父親，將佢哋建立喺內心裏面。不過同弗洛伊德嘅超我概念唔同，佢唔係將母親同父親合併喺自己心裏面，而係喺自己嘅愛嘅能力上建立母性良知，喺自己嘅理性同判斷力上建立父性良知。成熟嘅人嘅愛會同時包含母性良知同父性良知，雖然佢哋睇落去好似互相抵觸。如果佢只保留佢嘅父性良知，佢就會變得嚴苛同不近人情。如果佢只保留佢嘅母性良知，佢好容易會喪失判斷力，阻礙自己同其他人嘅發展。由依戀母親到依戀父親嘅轉移，再到兩者嘅最後合成，呢種發展包含住心理健康同人格成熟嘅基礎。呢種發展嘅失敗係種種精神官能症嘅基本肇因。雖然對此進行充分探討會超出本書嘅範圍，但係簡短咁講下或者有助說明。會導致精神官能症原因之一在於小朋友有一個充滿愛，但係過分縱容或者控制欲強嘅母親，同一個軟弱同唔關懷小朋友嘅父親。喺呢種情況下，呢個小朋友會一直停留喺早期對母親嘅依戀中，發展成一個依賴母親同感覺無助嘅人。咁樣嘅人具有接受性性格嘅各種特質，不斷需要其他人給予保護同照顧，並且缺乏各種負性特質。就係自律、獨立、有能力自己駕馭生活。佢或者會設法喺每個人身上尋找母親，
有時喺女性身上尋找，有時喺上級具有威望同權力嘅男性中尋找。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嘅母親係冷淡、冇反應同控制欲強，呢個人或者就會將對母親保護嘅需要轉移俾父親，或者係轉移俾父輩人物。咁樣嘅話，佢嘅結果同前面嘅情況相似，或者係發展為偏重父性取向嘅人，完全深信同堅守於法律、秩序同權威嘅原則，缺乏期待或者接受無條件嘅愛嘅能力。如果一個人嘅父親權威獨裁又強烈依戀兒子，呢種發展會更進一步加強。呢啲精神官能症嘅共通特徵係母性原則或者父性原則未能夠建立起嚟，或者係父親同母親嘅角色喺一個人嘅外在同內在都混淆咗起嚟，咁係更嚴重嘅精神官能症嘅情況。進一步嘅研究或者會顯示某啲類型嘅精神官能症係偏一邊咁依戀父親嘅結果，例如強迫症；而另一啲精神官能症係偏一邊咁依戀母親嘅結果，例如歇斯底里、酗酒，唔能夠合乎現實咁應付生活同憂鬱。